在门门刷着旅游当做啊，今日车出往老生妹，恁来家人做小米粿，红椒做小米粿啊，好团又好食，恁含咱个点赞收藏去。材料我全部拍到屏幕度，恁用力去本铺个记录。菜头咱苦肥水白，然后扣去菜头条啊，个拖成丝。三两条件盐卤个悄悄走去卤公囝，然后个蛋打水分，蛋到尾声大力好，当食起来菜头真会甜。浸好个香菇也个蛋打水分，然后扣去加多个加做丝。起锅烧油，油香再落香菇，三滴个盐卤个炒打水分，炒出香菇个芳香，然后找个面粉请个溜起来，个浸好个虾米当用刀卤镜卤个炒香，炒好你个溜起来，然后找个大个面粉，把将这道材料啊含别人个倒入来，调味落改正，佐料会加五香粉，然后连路上播样只手啊个炒糟糟，食了你含能有黑白素，甲起高捞。做过我应该是一只水正粉，这包是这斤装的，大半是用这洗净粉红比例调肥好个，肥料非常干净，冇有任何添加。平时连个做红粿、素红圆啊都非常方便好诶。这斤粉肥糯啊滚水，扣上度温温呢，超多超辣，然后汤少个吸成旺，再个淋糯是酱油去个，伊所个糯到个酱油全部会吸收，糯好一个粿团是溜溜啊，那个做底个出来个塑成圆形，卡底个粉粿手，然后连润或者薄仔讲啊个断成一个碗形，然后炸糯是肥料个包落，再用着碗羹啊个收成小流脆红口，这个时候啊，你就准备个捏煮，用着粿羹啊，一样温温呢个捏变回起来，您看捏好这个粿是不是用泡回嘿？非常硬，粿做好咱水下滚放上正人，该开落，大火去吹15分钟，时间到，最后准备底个米红，用只拄个点上红点就完成啊。红椒吹好这阵粿粉是飘飘啊，软足 Q 弹，大摆个鸭料啊，又甜又甜又香，实际是好团又好食，但含咱个点来赞，总能平衡大汤。